教育出版社有限公司。生活學習套，延展學習冊。鴨皮皮。小姐姐有個弟弟叫做皮皮，皮皮着住尿片，佢嘅屁股一搖一擺，好似一隻鴨仔。小姐姐就叫佢做鴨皮皮。鴨皮皮好鍾意學小姐姐做嘢。小姐姐睇書，佢就搶住坐喺書台面前。小姐姐去廁所，佢又搶住去坐馬桶。小姐姐好嬲，於是佢許咗一個願望：我希望鴨皮皮消失。呢一日，媽媽帶佢哋去玩。小姐姐踩單車，鴨皮皮跟住喺佢後面話：我又要。小姐姐專登將鴨皮皮遠遠咁拋喺後面。小姐姐踩咗一個大圈，返到去媽媽身邊。媽媽問：弟弟呢？小姐姐話：我唔知啊。媽媽嚇到好驚，小姐姐都開始慌張起嚟。佢哋分頭去揾鴨皮皮。小姐姐一邊揾一邊叫：鴨皮皮，鴨皮皮！佢諗起自己曾經許下嘅願望，急到眼淚都流咗出嚟。忽然，小姐姐諗到有人喺大樹下面賣雪糕，鴨皮皮會唔會喺嗰度呢？小姐姐即刻跑去大樹嗰度，鴨皮皮真係企喺大樹下面。小姐姐大叫：鴨皮皮，我哋要返屋企啦！小姐姐從來未試過咁高興見到弟弟。喺瞓覺之前，小姐姐許咗另一個願望：我希望鴨皮皮快快樂樂。鴨皮皮問：小姐姐，你喺度做咩啊？我要瞓覺咧。我都要喎。